彼个可爱的人，彼当时献出著无别的纯情，真无疑你犹原花言巧语假真情，骗去了阮的爱情，一去无返来，害阮暝日戆戆等待，希望船返来，明明不应该。再会啦莎喲娜啦，第一无情行船的人，到处去欺骗著女性的感情，阮就是纯情的人，才会甲你谈情爱，为着你离开家庭，有厝不敢返。如今放阮无依无偎，凄惨无人看，叫阮怎样活。再会啦莎喲娜啦，流著目屎暝日思念，到底你去叨位，怎样无音信？阮总是希望你早日反悔倒返来，无论是等犹原要等候，因为失去心爱的人，阮也无勇气搁再